Hello，加拿大嘅朋友，我哋終於嚟見你哋啦！上年咧7月7號，我哋就喺香港舉行咗香港天使綜合症慈善演唱會。咁今年咧就終於有機會可以嚟到加拿大同大家見面啦。冇錯，我哋將會喺3月28號晚上8點鐘喺溫哥華嘅 River Rock Theatre 舉辦第一場演唱會。3月30號就會喺多倫多嘅 People's Theatre 舉行第二場。今次嘅演唱會咧，我哋就會為 Angelman Syndrome Foundation Canada 嚟籌款嘅。咁我哋都邀請咗好多朋友嚟支持我哋啦。如果想知道咧有啲咩嘉賓，就記得要留意我哋嘅 social media，就會陸續公佈噶啦。溫哥華嘅門票咧就會喺 Ticketmaster 嗰度發售，而多倫多嘅門票就會喺 Eventbrite 嗰度發售嘅。希望到時可以見到你哋，我哋到時見。到時見。Hello， 大家好，我係 Fred 鄭俊弘。3月30號，我哋嘅天使綜合症慈善演唱會 Angels Within Us 會嚟到多倫多 People's Theatre。今次嘅特別嘉賓呢，會有張志峰先生同埋李嘉文小姐。今次嘅受惠機構會有 Angelman Syndrome Foundation Canada 同埋 Cherish 摯愛中心。咁有意義嘅音樂會，你哋一定要嚟支持。3月30號晚上8點鐘 Toronto People's Theatre 見。